他们家礼拜再可以控我了吗？英文冲进去，英文，英文再冲，英文冲！英文冲，英文冲！1分钟啊！英文打你老板，英文踢你老板，英文打你老板，英文打你老板。英文快点，很少有机会打老板，快点。老板，讲你是什么？不要一边会前进前进。